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20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进口鸡卵的经济继续在炭烧。农业部长陈吉仲伫昨暗8点，伊伫面册顶头发文章宣布清时。过无偌久，8点10分，特产会董事长林聪贤嘛宣布清时。行政长陈建仁尊重陈吉仲的决定，勉强同意。即马会由农业部处长陈俊贵暂时代理部长的职务。进口鸡卵的代志破坏政府的形象，农业部长陈吉仲19号宣布清时，伫 FB 写2000多字的文章，讲到伊7年外来为农业所做的改革。行政院长陈建仁尊重伊的决定，准时自日1开始生效。还是要跟所有的社会大众来正式道歉。陈吉仲伫19办2遍会室内，有案挡袂了各界议论，上任才50天就下台。特产会董事长林聪贤也共进退宣布清时，讲因已经拍过美好的之前。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伫19早起表示，即便进口鸡卵，就要兼顾两农甲消费者的权益。农业部要哪则无容易，严估有爱改进的所在。当过程有不尽这个周全的地方，需要精进，需要检讨。这个会做完整的报告。对各地方政府大动作清查进口鸡卵的路向，有学者认为，两商错误标示保存日期，无清楚标示产地也有责任。生理人因为生理做伊做有差错的心，这是业者的负责啊。当然政府的观点就是爱去抽查、去检验，维护咱消费者的健康甲安全。行政院表示，农业部长的职务将会由农业部处长陈俊贵代理。依照原本的规划，2日行政院议会提出进口鸡卵专案的成效检讨报告，行政院也按算伫咧2日向立法院提出专案报告。记者综合报道。要对查两个流向，桃园市是安联合稽查小组有去查桃园4间进口鸡卵冷链仓库，发现有2间业者甲有效期才剩7天的鸡卵出货，有可能有卖过期卵的状况，即马正在调查。桃园市府查到2大藏鸡卵的仓库，伫现场拢有发现过期的进口鸡卵，全部已经查扣。另外，佫查到2间业者，甲14批进口卵，计共拢总有149万2200粒，要到期的鸡卵出货出乎6个县市10间卵品商，嘛有可能是咧卖过期卵，即马正在调查。进口卵的争议，新北市的卫生局受料到新增有1间卵品公司，甲进口卵含咱台湾卵揽做伙变做卵汁，说是讲这是台湾卵生产的，转卖互食品业者。对早是发现讲有团膳业者有买到有20间，后来在辅导补习班中昼顿的时有食到这卵，大概有900个囡仔有食到。新增的福祥生卵品公司，和新北市卫生局18查到今年6月至8月，甲土耳其、巴西、甲美国生产的进口卵、甲国产卵揽做液态卵，拢总20974公斤，各甲产地标示做台湾，卖予北部县市业者。台北市阁查出有团膳业者8月使用这批商品做20间暑期辅导补习班的餐点，差不多900份餐点学生囡仔已经食了8道。业者已经设有假冒或者是虚伪标示，那以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后续可开罚6万以上2亿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发现有业者曾于8月份使用涉案产品制作供应暑期补习班餐点，相关资讯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做后续调查。台北市议员刘彩薇嘛公布农业部会函资料，包括出名的食品大厂宜美在内有3间业者，拢使用到巴西等国的进口卵。各地方政府积极伫查卵，台中查到未来卵，已经筛选好的卵，标示未来的日子，会罚4万至400万。一共稽查了148家的业者
那有查到不合格的哈，昨天就有查到一家未来蛋，那这表示严重的市场现在十分的混乱，而且标示不实。这个都已经过期，对，巴西的嘛。云林县卫生局去物流稽查进口卵，两位拢总查到521万外粒过期的巴西鸡卵，彰化市查到调风冷冻库328万粒进口卵，其中有295万粒拢已经过期等待销毁。土耳其鸡蛋有8208箱，295万颗是已经到期待销毁，所以现场呢已经都有张贴报废品待销毁的这资料，那我们已经进行管控，以防止它流入市售。农业部18公布跳产会库存进口鸡卵的冷链程度，分布伫7县市13个程度，其中高雄就有954万粒到期等待销毁。针对南洋批评超市大量拢伫高雄市政府无积极查卵，但其卖嘛做回应。超市跟台农之前的约谈有一些单据，还有蛋的流向交代不清，我们也会协同高雄地检署，希望说检方也能够介入调查，务必要水落石出，查清楚蛋的流向。食药署嘛，甲高雄市政府、联合县政府联合分组3路查大龙甲伊的关系企业信兴公司屏东洗选场，因为现场也是无法度提供进销数量流向，会依照违反食安法，罚3万以上300万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伫美国时间19日去拜会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这是伊美国访问的行程内底第4场的智库座谈会。侯友宜是表示，台湾愿意为印太地区负起责任。美国智库的学者是认为讲，这场座谈会对理解了解侯友宜、了解国民党的立场有帮助。另外，针对咱国内进口鸡卵的争议继续摊烧，农业部长陈吉仲已经请示，当地美国访问的侯友宜是表示，个人要留要走无遐重要，伊认为重要的是爱互人民清楚的交代。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史密斯等人迎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随后，侯友宜进行访问美国的第4场智库座談。伊講訪問美國主要目的就是讓美國了解台灣是印太地區的重要成員，願意成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A lot of people in Washington didn't have as great of an idea or an understanding of where Mayor Ho and the KMT today stand on some of these issues, and I think it helped us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農業部長陳吉仲請示核准，中央挑產會董事長林聰賢也對請示。侯友宜講，個人的氣流無遐重要，重要的是愛予人民一個清楚的交代。最主要要把蛋從進口到整個流向跟人民說清楚、講明白。那個人的氣流其實沒有那麼樣的重要，重要的要不斷的去反思，也了解整個過程，給人民一個清楚的交代。侯友宜18日加前北京國安會中大網事務主任甘以瑩，前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柯博吉等人參與，並且就如何強化台灣現有的能力，深化台美多面向關係交換意見。20將會到舊金山甲科技界座談。公司新聞美國華府採訪報道。也那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獨立參選總統，伊原本按算伫昨昏要開始連署，但閣尾也說講，因為內部的治安甲維安的演練也在做，所以是延後一天，佇今仔日才正式開始展開連署。也那民眾黨的郭文哲是又閣想要佇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舉辦 AI 歌曲的發表會，也毋過台北市政府講不留無要插政治，所以予台北市政府拒絕。民眾排隊等要連署，算是了空抓。工作人員準備涼的，互濟會人小休一下。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競爭2024總統大選要拼連署，希望達到29萬人的條件。喺台北東區的連署總站，原本19就要正式運作。不過郭台銘辦公室臨時宣布，考慮治安甲維安的因素，延後一天，20才開放。好透早就趕來的民眾，大概是怎樣的人氣？最起碼也開放一個小區，讓大家能夠坐着休息一下。畢竟那個老阿伯啊，他們幾位這個來支持的人員，讓他們這樣哭等也是比較不好的。我們今天一整天要在做治安跟維安的演練，以確保最高規格的嚴謹保護民眾的個資，不能有金錢對價，不能有不正利益，不能夠有偽造個資的情形。要落實治安防護，互較周知。郭台銘辦公室表示，
各大兵要拍一场有所准备的战争。全台湾人数20起股，头一批人数站以6都为主，扩大到全台湾22个县市，可能会加入机动人士车。另外，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对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是真有兴趣，进前想要办演唱会去用拒绝，即马要办 AI 歌曲发表会。19上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卡夫卡餐厅，搁一届去互台北市府文化局拒绝。第一时间反应是又来了，对，因为他们有说他们也可能误会了，他们以为说餐厅不算，所有跟北流有关的场馆，包括餐饮那场所，都不应该跟政治活动挂上关系或违反法令。餐厅老板是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商业的租赁行为，可能还是不被允许，因为牵涉到政治。那我们一知道之后呢，我也立刻打电话给这个蔡局长，他们看了合约的内容，的确是如此的。那当然我们就从善如流，任何的规定我们都必须要遵守。蔡世平强调讲，郭文哲想要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发表竞选歌曲，违反契约。强调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袂当有任何政党甲竞选的活动。针对这点，陈志涵回应讲，尊重文化局审核的结果，会另外找场地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同款是多云好天。伫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落雨雪啊，若过到伫南部甲大台北地区有可能会落雷公雨。同齐来看云图。今日和昨昏同款，拢是好天多云的天气，也毋过只维持到明仔载尔哦。因为拜五开始受东北风的影响，伫这方面的东半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马祖云拢会变较高，温度就会略略下降，而且有局部地降雨。伫南部甲各地山区过道是会落阵雨。今仔日只有东半部、恒春半岛有雨雪啊，大台北地区南部也有山区有机会落雷阵雨。温度的方面，今日日时同款是真热，气象局有针对高雄发布高温的警示。西半部今日高温是33度至34度，东半部澎湖、金门高温是31度至32度。这几天日头是真美，紫外线嘛较强，出外就要加啉水，才袂着雪。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咱全台湾即马失智症的患者人口超过30万人。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失智者找无路、走无去的人数，逐年拢在增加。最近这4年，加共有接到6701个失踪的报案，到顶个月为止，也有47个人还未找到。来关心《中国时报》，新竹市立殡仪馆传出领唔到遗体含古代，法医险解破。这是一个因为意外过身29岁越南的移工，资本伫18下晡要解破，却甲一个39岁印尼移工的遗体送出去，结果是法医在检查资料的时发现错误，赶紧动点。继续来看《自由时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对外表示，中国即马海客计划规模已经超过所有其他主要的国家的总数。中国海客人数上无是以50:1的比例，赢过美国 FBI 的人数。加上中国即马佫利用人工智慧，所以入侵的力头甲威胁会佫较厉害。咱国军在湖口野区日时的时会对外开放，有2架阿帕奇直升机有画图有彩绘，这是嘛头届陆军创意彩绘。也毋过即马是风声讲，军方的高层是真不满，要求要甲顶头的彩绘糊掉。飞机第一遍画蓝色的目睭、刷鱼嘴，机身画好版的条纹，外形看起来真美、真吸引人。这是陆军特项部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团工要配合湖口野区开放活动，特别载回2台阿帕奇，是第一遍有陆军的载具为创意载回导装备展示。因过团工国军的高层真不满，下令撤掉。陆军特项部证实，载回机的舰场稳闭伪装效果无符合作战需求，展示会取消。经过干部共同的审视以及研讨，并没有达到破坏轮廓与战场隐蔽伪装的效果，不符合作战的时需，所以取消了成展的规划。我们觉得实在不需要矫枉过正，把原来已经彩绘的再把它涂回原来的素色。
协助设计片市民伫 FB 讲，全部拢采用原厂提供的乌、绿、白三色的原漆去调配，完全袂影响作战的功能。像这一类的彩绘机，它在彩绘的时候，其实也注重到这个低视度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另外，其实像这样一个飞机，它有对于提升它军方自己空地勤人员的士气是有非常正面的这个注意。其实各军的彩绘机伫过去就有先例，包括 F-16建国号拢把彩绘做飞虎队 ，F-5机也把画做好版的彩绘机。陆军司令部19号发新闻讲，航特部的出发点值得肯定，伫咧完成调整加审阅程序了后，会当伫野区的开放活动展示。利益值得肯定，为隐蔽伪装的效果仍有待加强。本部已经给予适切的指导。在完成调整以及审核程序后，可以在营区开放活动展出。陆军司令部指出，会伫咧监管战备整备加全民国防的前提下，要求各单位做好工作规划，来展现国军建军备战的成果，凝聚民众的向心力。记者综合报道。和印度通缉认定是分离主义恐怖分子的是克教的领袖尼加尔。今年6月份的时，伊伫加拿大境内访台视。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即马是对外表示，伊指控这是印度的特务伫加拿大境内台视加拿大公民。伊批评这亲门大户是咧侵犯加拿大主权，所以加拿大嘛已经甲一个印度高级官员、高级情报官赶出境。针对今年6月有一位加拿大公民伫咧家己的领土上被杀害，加拿大总理杜鲁道10月伫咧国会表示，加拿大国安机构一直拢伫咧积极追查。根据掌握的消息显示，印度特务可能涉案。Any involvement of a foreign government in the killing of a Canadian citizen on Canadian soil is an unacceptable vio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 It is contrary to the fundamental rules by which free, open, and democratic societies conduct themselves. 今年6月中，45岁锡克教领袖尼加尔伫加拿大卑诗省一间锡克教的寺庙停车场，互人枪击死亡。因为尼加尔在生的时阵主张，锡克族应该自印度的旁遮普邦独立出来，成做哈利斯坦国，和印度政府统治。加拿大锡克教的人口超过77万，差不多占总人口的2%。印度的人口有140万到180万。I think the wave of support that we saw post his death is just a small indication of how big of a stature Hardeep Singh had in the entire Sikh community internationally. This thing, it shook the community across the entire world, including in Punjab. Before us growing up, we always heard stories that as in like this would happen to you if you were in Punjab, that if you spoke ou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hat you could be tortured and killed. 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已经拘掉印度驻加拿大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杜鲁道伫咧这个月初G20峰会，甲印度总理莫迪见面的时阵，有讲到这件代志。不过，印度政府也对加拿大纵容印度的分离主义人士伫加拿大活动正不满，和两个国家的关系愈来愈倒退。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来关心非洲的国家苏丹，内战已经战半冬，而且是愈战愈凶。顶一日首都有一栋地标大楼就受攻击，规栋烧起来。伊若这场战乱，这个单已经害700多万人有落无厝，尤其是长。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اليوم بتاريخ 17 سبتمبر 2023 حوالي الساعة 2 صباحا قام الكيزان الانقلابيين الجيش الإرهابي قام بقصف معلم من معالم المدينة. 苏丹爆发冲突的2边，从4月份内乱以来，冲突愈来愈严重。8日礼拜，首都克托木这栋真出名的地标尼罗河石油公司总部大楼受到攻击，规个导火。2个快速支援部队的军人，伫ON 一直冲出来大楼头前拍片指控讲，这是政府军采取打土政策的结果。这座塔顶有金属库的大楼，是伫2011年南苏丹独立进前就由大促进发展的时期起的，是苏丹起召开上侪钱的建筑之一。不过，在政府军甲叛军小在地盘的战乱当中，即嘛是已经乌有去。苏丹长久以来是真无稳定，从独裁领袖巴什尼2019年去互推翻了后，军方内部权力的斗争，从到当时拢无停歇。这波内战已经致死710万人有路无厝，人数是4月份冲突爆发进前的2倍多。
一个老母带囡仔为乞讨木倒去东部，敢来当暂时去难民营店咧。We've been living in this camp since May, and we don't know when we'll return home. The future's undefined for us and for our children, who are paying the cost of this war. 人权组织指出，苏丹境内难民的人数是全球上济，其中有一半的囡仔处境是更较烦恼，因目前拄着老透症、马拉利亚甲营养不良的问题，冲突若是愈来愈加悬，恐惊会产生更较侪亲像囡仔工、甲囡仔犯罪问题，呼吁外界都要重视。公司新闻，张惠敏朋友。来关心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人已经到美国纽约，伊即摆是准备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卖继续找找民主国家的国际援助。泽伦斯基准备到纽约，先去史坦顿岛大学病院，探望伫个对俄罗斯作战受伤、骹手骨掉伫遮接受治疗、装假骹假手的乌克兰伤兵。伊当地时间19将会伫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并问讲伫安理会是毋是甲各国的代表共场。If in the United Nations still, it's a pity, but still there is the place for Russian terrorists. It's the question, not to me. I think it's a question to all the members. 伫联合国大会了，泽伦斯基将会拜会拜登甲美国国会争取支持，包括国会意见无啥共的这条240亿美金的援助金。乌克兰伤兵真多，高一个地区规拢是地雷甲微波弹，只讲伫咧进行杜雷的工作。伫咧中部的城市克里夫洛，工程师家己制造遥控排雷机，伫咧卡倒机的头前装一个 SA 有链条的排雷装置，车身有配备装甲，讲1点钟扫雷的面积有9000平方公尺。Поломанные линии электропередач, их надо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Поля заминированные. Надо хотя бы от столба до столба проходить, разминировать. Саперы вот эти 30 метров от столба до столба, а высоковольтные линии там больше расстояния. 不过毕竟不是专业的设备，这种卡倒机加怪手改装的排雷车，无法度保证效率。原则上，这个人程度能源杀伤性的地雷，对反坦克地雷的作用无大，消耗率高悬，操作的人也有风险。因为这么真侪所在也有地雷，所以救援工兵单位要愿继续落去装卡，教村民甲囡仔安怎保护家己。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俄战争爆发了后，乌克兰18岁至60岁的男性是袂使出国的，所以真侪女性带囡仔离开家园去避战火。挖进乌克兰南部的罗马尼亚，就有侪乌克兰的妇女甲囡仔，因为语言文化无同，伫他乡生活真无简单，加上各具战争的心理创伤，因的生活真艰难。今仔日行入世界边界系列报道，台记台采访团队冒访问到国际救援组织，同齐来了解因伫罗马尼亚安怎协助这的乌克兰难民。即摆伫咧罗马尼亚东南边一个港口城市康斯坦察，这是由国际救援组织而且甲饭店承租来成立的一个收留中心。这上济有900个来自乌克兰的妇女和囡仔难民到伫这。导览去罗马尼亚的一个乌克兰的负责人，伊带囡仔伫遮生活，大人无用咧传中斗顿，囡仔敢若会当伫边仔耍。虽然罗马尼亚甲乌克兰是厝边，不过两个所在语言甲文化有真大争差。加上战争的无确定性，这囡仔想要伫当地读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Я з Миколаєва, це південь України. Я приїхала з 2 синами. Одному 7 років, другому 15. Наразі старший син, він переходить до 10 класу, і тут такої можливості у нас зовсім немає ходити в школу. Тобто 10 класи нам зовсім не пропонують у Румунії. А менший йде в 2. Тут ми в школу ще не ходимо. 战争已经年外，加上新冠肺炎影响全球3年，这个为乌克兰来的囡仔已经要5年的时间无法度去学校好好读册，对未来发展会产生严重影响。除了升学的问题以外，经过这场无情的战争了后，难民心理上产生的创伤甲压力，爱安怎调整甲治疗，嘛是真需要注意的照护问题。伫罗马尼亚的国际救援组织，就甲心理学家合作，设计一系列 PSS 的培训课程，提供这来避难的难民心理上的支持。
Мы проходили онлайн-тренинг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как начинать работать с детьми. И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у нас второй и третий тренинг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офлайн с психологом. 透过 PSS 培训的课程，乌克兰的负责人用讲故事或者是耍游戏的方式，让囡仔在青训的环境当中，消透战争予因的惊吓甲不安。另外，在课程结束了后，国际救援组织也会提供经费，或者妈妈会当持续辅导囡仔。 嘛，透过这个方式增加男人的经济收入，改善家庭的生活状况，就是让他们认知到说，哦，其实自己有这样子的情绪是非常正常的。那他们必须要先了解并体认到自己有这样子的创伤的一些经历，然后了解到自己的需求之后，他们才能帮助他们的小孩。战争已经超过当半，国家关注的是人民的心理状况，要怎减轻战争带来的创伤。 必须要靠时间和耐心来行这条久长的路。记者吴定宇、林建如、罗马尼亚采访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和乡亲同齐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伫联合国的大会发表演说，伊呼吁全球要共同应对俄乌战争，还有气候变迁这挑战。拜登是无希望美中的竞争变作冲突，伊讲美国会拍拼降低风险。 继续关心，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伫莫斯科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的时，伊是对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份会去北京访问，而且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也会参加中国"一带一路"的论坛。来关心新加坡的国会通过移民修正法案。 对明年开始，由新加坡出境的所有旅客，会当透过身份特征的辨识办理假行李、出境检查、坐飞机的时，拢唔免提出护照甲登机证。那适用的对象有52个国家也是地区，内底嘛包括咱台湾。 镜头搁等下咱国来关心台铁德鲁古事故发生，甲单已经2冬瓜。顶个月伫事故的车厢有发现罹难者的头壳骨，引起关心。最近法医研究所监视了后，监视比对了后，即马确认是10个罹难者身躯遗体的一部分。花莲地检署是表示，路尾的有过去找到44件罹难者的物件，透过监视有37件有验出罹难者的身份，比对了后，和10个罹难者的身份是相同的。另外阁有4件因为 DNA 伤少验袂出来，刷落来检方会通知家属，把这个残骸领回去。 台北市基泰建设伫台地的建案出问题，有市议员实际去量发现连续壁工程无到60公分，批评基泰建设偷工减料，即马要求检调一定要去调查。另外，台北市嘛去勘验当地屋的184大工地，发现内底有11件无合格，已经成要求停工。 提超出来量，台北市议员陈义军指出，基台连续壁工程敢若50公分，高度竟然无够，铺面是意图的60公分。另外，铁啊完有变形的情形，甚至无照度施工，批评基台偷工减料，检调应该介入调查。想这就很明显哦，就是这个建商偷工减料、草菅人命哦。连续壁才50公分而已，所以这相当的离谱。50公分的钢筋会比放比较少，当然它60公分。 改成50公分，那肯定是不好的。我觉得会偏危险。土木技师指出，连续壁关系到肢体重量，若做无照度施作会出现问题。另外，原来有当地商户住户伫讲，问题都还未解决，基台竟然摕到因的雇主打电话来问合建的意愿，互因真生气。脾气比较不好，我当场就跟他吐槽了。我说那个基台那个100多坪的土地，你都能把它搞成偷工减料，搞成这种样子。 你说我们这里让你都跟，那不是很爆笑吗？受到基台事件影响，台北市政府在开始委托4大专业技术工会，答案现场勘验，当地开挖的184件建筑工地，15全部检查完成了后，建管处发现无下检查项目工地拢总11件，已经要求暂停施工，查清楚做改善。 第一个大概就是它的抽水配置，未按施工计划去施作。第二个大概就是他们的各阶段的开发阶段没有跟施工图相符，然后还有一些情形大概是那个观测值已经到达警戒的状态。建管处表示，这个工地等待复查过关了后，才当继续施工。另外，针对台地案41位铁地户损林状况已经全部完成，会伫20暗时办理说明会，由鉴定工会说明鉴定作业目前办理的情形，也甲建筑物安全性的初步判定结果。
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伫昨晚暗仔新北市汐止的中兴路发生假释外涉意外，假释公司有伫现场掠捞，消防人员嘛有2条水线断水，现场嘛有做管制。伫新北市汐止中兴路，伫昨暗时发生假释外涉意外，警消赶到现场，发现假释的所在是达到极要复杂境界，赶紧溜水线，嘛叫假释公司来掠捞。现场有管制，经过处理，加载无发生意外。经济部伫昨昏召开今年第2届的电费钱汇率的审议会，决定对10月份到明年的3月，电费钱是无要起的，平均一度是3.114块。抑过有一寡行业，亲像是百货、餐饮、健身房，也各有电影院会取消电费钱的优待，等于是去年无起到，这届会补倒转来，所以会起15%。关于下半年电费计价的电价审议委员会经过讨论，为了维持物价稳定，10月初开始电价唔调整，维持每度平均电价3.154块。去年7月冻结起价百货、电影院、健身房、餐饮等880个高压用户，这届审议会嘛考虑恢复正常机制，恢复补起价15%。百货公司为例它在1到7月的营业额跟去年同期比也增加了8.4%，健身房是增加了5.3% 的销售额那电影院是增加了18.3% 左右餐饮业是增加17%，这边就是考虑到产业已经复苏所以取消了15% 的这个动涨。连锁餐饮业者评估，若是电价冻结优待取消，保守估计营运成本会加1到2个百分点，也毋过暂时未转互人客。会较省电来做回应。针对呢离峰期，会将顾客呢分区做代位，如此下来呢，就可以控管整体的空调的运用的比例。另外，外汇团线业虽然已经在恢复，不过为了避免一摆调整伤大，干那取消去年15%冻结起价，今年的减半调起犹原维持。其实电费一涨，其实会造成整个的我们的食材成本的一个高涨，所以这部分其实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自己本身企业的电价，也会影响整个供应链的这个相对的成本的一个提升。台电预估到今年年底累计亏损大约4000亿顶下。经济部讲，最近全球经济成长变慢，能源需求下降，国际燃料价格有下降的趋势。台电的燃料成本压力变零，另外照各大机构的预测，有慢慢落车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印尼来附近人30多当前，伊是摕观光签证入来咱台湾，尾也是伫高雄6股含一个查甫人结婚，也毋过伊无去办规划，嘛无摕到合法的居留权。前一阵这对翁仔某互警察临检查落来，才发现讲这个印尼的太太身份有问题，是幽灵人口。即马厝内人赶紧替伊办证件，希望伊毋通互遣送回去。警车开到派出所门口，落车的外国籍负责人行入去警局。这个53岁姓李的负责人，30几年前摕观光签证来台湾，超期停留，期间熟识住伫6股的翁婿，2个人结婚生囝，不过伊拢无签证，嘛无规划。该女子为印尼籍在台，已33年居留，全案依入出国及英法移请移民署高雄专勤队侦办。即摆查着讲无居留权。户口才会入户口，我的身份证才有太太的名，是安尼无身份证，这我就无了解是毋是安尼讲？你即摆甲掠去，我要送出去，我来这住30几年啊。牵手非法居留，互翁婿毋敢相信，因为身份证顶悬明明就有牵手的名。2个人去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成功，查证当地户政事务所，发现原来这个姓李的负责人减办规划停书，嘛无去移民署申请居留签证，互家己有合法居留的权益。大概结婚满3年之后，就来户政申请要申请规划的国籍的程序，这样但是这当中。申请之前他如果他居留证有过期要定期跟移民署去换有效期限的。嘛是有伫收啦，都袂晓去问人嘛唔知要安怎办做工课的想讲敢会掠转去，还是安怎？
负责人嘛家己出来讲，嫁予翁婿了后，破病拢付现金。虽然捌怀疑家己身仔无健保卡，啊，毋过拢袂晓问人。结婚了后，因为生囝照顾翁婿真无闲，佮甲翁婿甲后头厝拢毋是真好业。30年来拢无转去1年，毋知伫警方查查了后，发现家己是非法居留，才赶紧补办规划国籍的程序，也希望会当就地办理得到身份，莫互人遣返。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天狗节的疫情真热烈，若天狗节的疫情敢有法度压出来，这2礼拜是关键。卫生部处长王必胜有专工去台南的安南区去看，可能是防疫较芳的罗岗市场。这个市场是海沙厝，伫市场内底有囤真侪废弃物。顶一日卫生局嘛有伫遮查到炭病来源，当地人是希望这个所在赶紧拆掉。原本老家的市啊，即摆来变成暗木木，厝体更近搁看现现，甚至防卫封锁线。安南区罗岗市场对200外担，到单剩4担，但无人起来。团商指出是因为人口老化造成。原本市场内囤真侪废弃物，地顺闹天狗日拢会产生滋生源。在地民众建议爱甲建筑拆掉，也是做活化。搞起来做空地啊、大地厝租摊贩，或者是讲袂建商，互人去起厝。要整顿嘛，计上好个啊，拆了。看要安怎，基本上爱看政府看安怎处理啊。不过，安南区区长表示，市场土地有4个人持有，地主有69个徛名，因为产权复杂，一时花要整顿有困难。这所官员一定要负起相当的责任，袂使讲安尼放任底下长期不管，造成我们地方防疫也好，治安也好，其实都增加我们的困难。民众唔关心市场敢要拆，有民众指控药啊，干那铺厝内、厝外空地啊围起来，就无铺药啊，安尼敢有效？你无当再喷够效，你即马若讲要喷来喷遮已经喷了啊，遮喷喷慢啊，佮走过来人来厝内底。所有的空地跟空屋，他们会用水式的方式喷雾，全部都会喷过一次，然后包含空地都会，希望地主能跟我们加强配合。安南区公所表示，目前安富里上百栋的海沙厝、甲溪墘里的罗岗市场，拢已经清好势啊。工务局当咧鉴定罗岗市场，看敢是危险建筑，因将会以相关法令来处理。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近摆发生水崩山对方引起的加油站，方讲是全台湾上界逼近的加油站，就伫南投的仁爱乡。8月份的时，因为大水雨发生水崩山，加油站嘛规个风陷去。不过即马已经整理好势，恢复营运。你要加什么油？加注。员工提邀请亲切为民众服务。南投县仁爱乡南丰村这间省本土加油站，今年8月起土石流陷去，经过1个半月抢修，总算19个营运，初期敢若当提供无烟汽油、柴油的机台，还搁咧维修，民众感觉真欢喜。很好啊，对我们来讲很大的帮助啊！哎，我们这边整个村子还有外面的人进来的啊，都很好。很好啊，不错不错不错。对，要不然原本加油大概要。哇，那个加油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呢。大概花多久的路程？哦，要半个小时。要半个小时。这比较近了。加油站外挂转台上比前加油站的布条啊，因为最近20年来已经有4届去土石流陷去，业者讲油槽已经清理清气，加油机全面换新，油料的品质嘛通过检验。业者为了民众的需求，决定原地复业，不过也是烦恼风台大水雨带来灾害。无铅汽油的部分是可以使用啦，那柴油的话还在维修当中，当然还是会担心啦。先看那些野溪整治的程度，能做到哪里？那不足的地方，我们再自己来补强，这样子。同款是坎有风台灾情，仁爱乡都达1号农路到即马还未抢通，当地农民都爱冒险用人工搬运农产品引起民怨，向乡大会တင်情。乡公所表示，即搭有大崩塌地，连包商都唔敢进场施工。它的那个土石非常松软也没有办法挖，所以你要往上山顶挖呢，又很深很高。外面的开口厂商的那个司机卡拉机都不敢挖了。当地的也不敢挖了，目前我们还在研究，看要怎么处理。公所讲，民众性命安全、农损这是第一要务，后续救灾爱考虑安全。目前也搁咧想办法，农路抢修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
第一前进前，咱台湾的邮轮市场是亚洲第2大的。为了要拼今年600万国际观光客目标，交通部有积极地推动邮轮观光，嘛按算伫年底进前，外国观光客会当恢复到疫情进前的高城。这是3月时阵，自疫情以后第一只来到花莲港的国际邮轮。花莲港用喷水仪式含原住民歌舞热情迎接。根据国际邮轮协会2019年的报告指出，台湾的邮轮市场是亚洲第2大。交通部表示，自今年3月初6开放邮轮以后，这半年中间来台湾的邮轮已经有252只厝，外国游客部分有够通恢复到疫情进前的高城。母港的部分大概是140艘次，那挂靠的部分是112艘次，所以大概母港是占55%，那挂靠的部分是45%，双母港的方式，就是除了我们国人搭乘出去之外，也会带一些外籍旅客进来。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外籍旅客的成长其实恢复比较快。母港就是指旅客出发和回程的港口。交通部强调，今年台湾邮轮头届有商母港的经营模式，以高雄香港做商母港，和传统行程比起来，游客落船敢会当停留5至8点钟。商母港的模式嘛，延长旅客留伫台湾的观光时间。有估这1年来靠港的收集3达会超过10亿新台票。现在最多是港澳，那第2个是日本，第3个是韩国啊。当然，过去像中国大陆它是占很前面的位置了哈，但是今年纵然没有中国大陆进来，我们600万的目标应该是还是会达成。交通部观光局定出今年要拼国际旅客600万人次的目标。台湾自新冠疫情解禁以来，顶一了9月13已经达成400万人次的目标。虽然中国也未开放旅客来台湾，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咱应该也是真有机会达成目标。记者卢尚如、曾俊由台北报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新秀舞台是一个专门提供予新秀的表演的舞台活动。2023新秀舞台对10月份要开始演出，团结中心邀请大家买票去欣赏这个新生代演员的演出，因为安尼嘛是对因的一款鼓励。台顶表演的是唐美云青年团歌戏团，这2个歌戏演员都是新生代的戏曲演员。还有京戏通欣赏，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第7届2023成功新秀舞台。今年邀请12个剧团，计共14个新生代戏曲演员表演。这摆特别安排观众1张票，通看到2种不同的剧种。我今天来，也许看到了京剧，也许看到了豫剧，看到了客家戏。我发现其他剧种也有它精彩迷人的地方。我们的演出是希望说，不同的戏曲的观众都能够去看到其他剧种的长处。新秀舞台活动自2016年第1摆举办，今年第7届就要伫10月19开始演出。团结中心表示，因专注咧戏曲传承工课，这款的活动就是帮助这挂新的接班人，通有专属的舞台演出。传艺中心有一连串的培育我们传统戏曲人才的计划，好，譬如说我们从习艺生啦，哈。入团青年入团的这个辅导啦，哈，还有外台戏功底的这个承办，其实都是希望培育年轻的新血人一起进来哈，将来为我们的传统戏曲界有更多的接班人。团结中心希望长期有咧欣赏戏曲的观众，通开始认捌这款新生代的演员。台湾出名歌戏演员唐美云发现，这几年以来，看歌戏的观众年龄层一直咧少年化，把戏曲推广予更较侪人知影，也是移动咧推广的工课。记者郭明霞、桂林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中国。顶几年啊，受疫情影响，加上钱变薄、通货膨胀，对经济有冲击。即马中国结婚率是增加，中国人愈来愈唔敢结婚啊。去年结婚的比率是40当来上低，即嘛影响到办喜事相关的产业，亲像婚礼规划、婚礼摄影，佮有新娘仔衫、办桌这的业者拢会受影响。这业者为了生存，即嘛各不足爱转型。好，现在是啥？现在请新郎亲吻新娘。好，现在是用长镜头翕新人上甜蜜的时阵，做婚礼策划的袁家良，伫疫情前就开始转做婚礼摄影，因为伊发现中国最近举办婚礼的数量甲规模拢伫减少，好甲在记录方面的需求也真济。整个大环境促使现在的婚礼行业不是非常景气，这个也是客观事实。包括我们中国的整个那个结婚的率下降，但记录这一段比较珍贵的时光，他们的需求还是有的。
因为疫情也甲经济较差的冲击，中国去年结婚的人数是683万对，比2021年减80万对，创下37年来新低。比起10年前的高峰，差不多是对偶。面对婚礼市场的商机逐年降低，业者微微转型，其中有人改行高级路线。COVID caused such a big impact on everybody's lives. As a market, we see an absolute downturn in spending. So all alongside, our strategy have been niche. We don't want to flow with the broader market. 在上海经营造就高级品牌结婚礼服的王小姐讲，最近相关需求明显增加，6月的业绩创下10年来最高纪录。不过明年敢有法度继续这么好，也真歹讲。专家认为，无景气对金字塔顶的好业人来讲影响有限，不过对一般百姓的结婚意愿有真大的冲击。要提升中国整体的结婚率，促进生育率。这需要靠真好的经济表现来支持。以目前的经济现况，大部分婚礼业者必须要用心求新求变，才会当伫困境中求生存。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全世界真侪国家拢拄着通货膨胀、钱变薄的问题，钱愈来愈薄，物件就会愈来愈贵。有的物件看起来价消息那真像无改变，毋过其实内底物件有变少，有求水。所以，法国的家乐福就伫街仔顶头打标签，提醒消费者，倒一寡物件有变相起价。最近伫法国巴黎西南部的家乐福超市，拜一开始货价飘头，像做流仔无共款。部分商品除了售价，还有求水式通膨的警告标头，顶头注明，虽然这项产品的价销无变，不过体积也是重量求水，这就是变相起价。Alors ici, par exemple, sur cette référence d'Aïsti, ce produit a été concerné par de la shrinkflation. Pourquoi? Eh bien parce que cette bouteille est passée d'1,5 litre à 1,25 litre et en même temps, son prix a augmenté de 40%au litre. 雄雄打警告标头，是因为家乐福想要施压促销 Pepsi-Cola、瑞士莲联合利华等大型供应商落价。家乐福认为，原物料成本已经下降，产品的定价嘛应该要调整，毋是变相起价。因10月起伫全法国的分店打标头，希望消费者支持，比供应商落价。Comment? Parce que là que vous faites la publicité, c'est bien, mais pour les prix, ça compte. C'est les prix qui comptent. C'est pas autre chose. Vous achetez ça, mais vous n'avez pas de l'argent, madame. C'est trop cher. C'est ça qui est le problème. 目前为止 ，Pepsi-Cola 对家乐福的行动唔回应，促销联合利华是拒绝评论。家乐福要伫10月和供应商谈判，因表明警告标头会一直打到供应商落价为止。不过消费者团体讲，其实家乐福的自有品牌嘛变相起价状况。公司新闻是婉玲编译。天气报你知，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外岛26度至34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